大家好，呢期我哋想分享一下投資者近期比較關心嘅日元嘅走勢。喺高油價下，日元近期受到壓力。我哋認為美金對日元可能會突破160嘅關口，試探日本央行新嘅干預底線。喺伊朗局勢升級之後，其實可以見到美金對日元係突破咗前期嘅阻力位，重新返到去159關口嘅附近。近期日元貶值幅度比較大，我哋認為有幾個主要嘅原因。第一個，日本對中東嘅原油依賴度比較高，如果中東嘅能源供應繼續停滯，可能日本面臨嘅滯脹風險會持續上升。我哋可以見到日本幾乎所有嘅化石能源都係來自於進口，其中對中東地區嘅依賴度高過90%，原油進口主要係嚟自於沙特同埋阿聯酋。所以呢次中東嘅衝突對日本嘅原油進口影響係相對較大。第二，油價上升都會惡化日本嘅貿易條件，形成日元貶值嘅壓力。國際評級機構穆迪警告稱，如果地緣衝突持續升溫，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攀升嘅話，會繼續推高日本嘅能源進口成本。呢個唔單止會削弱日本貿易平衡嘅狀況，同時對日本家庭購買力同埋企業嘅運營成本形成雙重嘅打擊。第三，高油價下輸入性嘅通脹亦都會令到日本央行嘅利率抉擇陷入比較糾結嘅狀態。高油價導致嘅輸入性通脹，雖然日本央行加息可以平穩通脹預期，但係無助解決能源供應嘅一個限制，亦都會傷害日本嘅內需。喺呢個情況下，市場對日本央行6月加息嘅概率有所下調，而日本央行亦都喺3月份嘅議息會議上面維持利率不變。第四個，新首相高市早苗都表示會加大財政嘅一個支持，呢個會令到市場擔憂高市交易捲土重來，亦都會利空日元。近期高市早苗已經表示，日本政府考慮採取一啲措施去抑制油價嘅上漲，同時亦都可能動用緊急財政資金去緩衝返呢個衝突對日本帶嚟嘅經濟嘅衝擊。如果油價持續上升，日本政府可能會推出更加多嘅一啲財政擴張嘅措施，呢個都會加大返日本嘅財政壓力，令到市場擔憂日元嘅一個貶值情況。總結嚟講，我哋認為喺伊朗局勢升級嘅背景下，日元面臨嘅一個貶值嘅壓力係相對較大，尤其是日本作為能源進口大國，對中東嘅一個石油進口高度依賴，經濟更加容易喺呢次衝突入邊受到衝擊。所以喺高油價下，美元對日本可能會繼續突破前期嘅一個高位，重新去試探返日本央行新嘅一個干預底線。我哋本期分享到此結束，感謝大家，我哋下次再見。